市港務局將會從船上、水上、岸上、樓上、天上5個維度全面推進打造世界級水岸觀光旅遊目的地，塑造廣州城市品牌。船上將通過策劃珠江遊全運會主題遊船活動，建設高品質觀光餐廳遊船，深化一船一品牌等方式，打造經濟新增長極。水上將通過深化自動駕駛遊船應用場景，建設交通運輸水路客運精品航線，開設全運會專題打卡專屬航線，水上運動產業同消費產業融合發展等方式，打造世界級都市遊船品牌。岸上將通過策劃大型水上情景劇印象珠江，科學規劃建設沿江港口碼頭水上旅遊設施，設置珠江兩岸簕杜鵑特色花景等方式，打造唯美走廊。樓上將通過設計主題光影秀、提升夜景照明格局等方式，打造動人畫卷。天上將通過建設珠江兩岸飛行器起降平台，推動低空經濟喺珠江遊場景應用，大型無人機表演，開展珠江遊煙花觀演等方式，打造濱江休閒低空經濟示範區。